讲到顶个月，丰台海葵去吞大台东，造成绿岛林家厝和环岛公路损害甲真严重，这岛上福关镇都受到欠港影响，才恢复9成尔。而且今麦佫一个丰台特别来，也就是这小犬断咧瓦筋。客轮业者也已经宣布讲，对这初二下晡开始到初5呢，这船拢无开，早起有开3帮船，甲绿岛游客再登到台东。若讲到这富江渔港呢，这渔民也提早做准备，防止风台侵蚀。海上风台警报也被发布，不过台东外海风影愈来愈大，渔民都唔敢出海掠鱼啊。在富江渔港先甲船啊绑掉咧，避免佫发生渔船啊沉去的情形。顶个月海龟风台过了后，渔民出海掠鱼啊才5天，今嘛佫拄着风台小犬，加上东北季风到位，渔民的生活恐惊受到影响。出去才4、5天尔。当年拢这时阵，东北季风开始行，你有看出来拢东北季风啊。游览船的业者因应风台要来啊，早起发3帮船载绿岛游客，为下晡开始到初5是停驶，不少游客拢提早结束行程，回去厝里。绿岛即届可能佫头一个受到影响。乡公所讲，因为海龟风台受损的真家厝甲环岛公路已经修复9成，即届会加强防灾。环岛公路部分的路段，会伫海上风台警报发布了后，就先封路。大概有几个路段会有风口浪上的，我们都会在台风海上台风发布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封路了。目前台东外海已经有大影，小犬风台愈来愈晚，官府呼吁离岛甲外近海岸的民众，都要做好防灾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